总统先生，你都在这个位置上坐了20年，也该轮到我了。不，你们不能杀我！我已经请了神魔殿来帮忙，你们成不了的。什么垃圾玩意儿！这年头有枪才是草头王，去死吧！哟，听说你丝毫不把我们神魔殿放在眼里啊！你们休想插手这里的事儿！喂，老妈。你这孩子，国外一点都不安生，你还是赶紧回来吧。正好我给你找了个相亲对象，你赶紧回来见见啊。你那边什么声音？我怎么好像听到有人在打架？老妈，你也知道外国人挺能折腾，这不有人在街上打架？怎么听着声音还离你挺近的？老妈，我这边真没事儿。不行，必须给我赶紧回来，要不然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儿子。廷尉在。给我安排飞机，我要回国相亲。你好，我叫江远，是你的相亲对象。相亲对象？对，我今年30，北境当差10年，2年前退役，目前没有稳定工作，房子和车子暂时都没有，不过我会努力的。我叫赵诗玲，今年25，斯坦福硕士毕业，目前在天华集团工作，年薪1000万。斯坦福硕士，年薪1000万，老妈从哪儿找的这么厉害的相亲对象？又是名校硕士，又是这么高年薪的，该不会是托儿吧？难道老妈知道了我的身份？阿远，你到了没有？人家女孩子等你半个小时了。我到了。瞎说吧，人家女孩子至今都没等到你。你别不是找错了吧？人家在21号桌。美女，不好意思，认错人了。美女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你喝的茶水我请客。堂堂大男人，连时间概念都没有，怪不得会单身到现在，还说什么请客？你一个大男人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一点小钱也拿出来说，抠抠索索的，相什么亲？抱歉，抱歉，都是我的错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江远。行了，要不是我姑姑非要我来，我都不愿意来。咱们也别废话了，开门见山吧。我叶小娟，现在做房地产销售，月薪3万。你呢？做什么工作的？能赚多少？我刚回国，暂时没有稳定的工作，算是一个自由职业。自由职业是多少？几万还是几千？一个月不会只有几百块吧？一天几千万吧。几千？才区区几千块，一个月连我身上一个包都买不起。跟你结婚，岂不是天天要喝西北风？那不至于。不至于。那我问你，你有车吗？有房吗？刚从国外回来，还没买车。房子的话，家里有个老房子。切，还没买车？我看你是压根买不起吧？就凭你工资，区区几千块一个月，能买得起什么车？你还想让本姑娘跟你一起挤老鼠洞吗？本姑娘嫁人是享福的，不是受苦的。难道我们就不能一起努力奋斗吗？一起努力奋斗，就你一个没什么学历的穷打丝，怎么奋斗？你懂做生意吗？知道怎么创业吗？什么都不懂，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简直浪费时间。怎么介绍了个废物给我？晦气！你似乎被拒绝了。不好意思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没事儿，这年头笑贫不笑娼，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待遇优厚，怎么样？美女，我们似乎素昧平生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我想让你做我男朋友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你年轻漂亮，还年薪1000万，又是名校，和我完全不般配，你看上我什么？关我说清楚，我是想让你假装做我男朋友。假装男朋友？是的，我爷爷是天华集团董事长，家里成天给我安排相亲，都是一些吃货栏的公子哥，我对他们根本不感兴趣。正好遇到了你，我觉得你人还行，又没工作，正好可以当我男朋友。当然是假装的，演给我爷爷他们看的。私下里
你其实就是我的保镖，负责我的安全，月薪5万。好，正好我最近回来还没有找到工作，就暂时接下了你这个活儿。那行，我们可以签合同，不过对外口径就说你是我男友。好，没问题。正好，明晚我家有个小型的酒会，我带你亮张相。没想到我神魔店店主竟然有一天要给人当保镖。不过这个天华集团似乎有点耳熟。天华集团是天宁市第1大企业，哪怕在省里都赫赫有名，曾经给我们神魔店提供过信息支持。原来如此，我说怎么好像在哪儿听到过这个名字？只不过最近天华集团似乎受到了阻击，诸多项目都被卡住，导致天华集团董事长赵传忠急得团团转，甚至想着通过嫁孙女的方式获得其他势力的支持。喂妈，你这孩子怎么搞的，让人家女孩子这么不满意？你这孩子怎么搞的，让人家女孩子这么不满意？老妈，这也不能怪我，那个女人张口车闭口房，咱们的家庭条件根本就不是她所能满意的。哎，你爸去得早，你妈我又身体不好，每个月还得吃药，根本攒不下多少钱，想给你换个新房子都很困难。老妈没事的，房子车子都不是难事，这些年我也攒了点钱。我知道，那些都是你的卖命钱，你之前寄回来的那些我都帮你存着呢。这样吧，什么时候咱们去看看房子？总得有套新房才会有姑娘肯嫁你。老妈真没必要，那些钱就是给您花的，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，我真的不缺钱。至于买房的钱，我自己另外存了。对了，差点忘了告诉您一个好消息，我找了个新工作，给一个老总当保镖，月薪5万。这么高，那可太好了！你有这么高工资，相信能接受你的姑娘绝对不少。别老妈，我可不喜欢这样的女人，脸上的涂的比墙壁还厚，不说满口不是车呀就是房的，一点劲儿都没。警卫，给我准备点钱，老妈把我给的钱都存了起来，我就直接去买套好点的房子送给她，也算是给她一个惊喜。你们是不知道我有多晦气，居然碰到一个没车没房还土得掉渣的废物，和他说了那么多话，简直浪费我的口水。最近不是有一个公子哥追求小娟你吗？怎么还去相亲？谁能想到这个备胎居然这么废物？有客人来了。江远，你过来干什么？难道我没告诉过你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别装了，死缠烂打有意思吗？为了让我回心转意，还特意跑到我工作的地方纠缠，真下头。别把自己看得太高，才不是过来找你的，我是来买房的。买房？你知不知道这是哪里？这可是雅玲华庭，最便宜的一套房子也要小几百万。你一个刚从国外乞讨回来的废物，买得起吗？我姑姑可是跟我说过了，你和你妈相依为命，就守着一套不足50平的老房子，而且你妈还生病，每个月都要吃药，哪有钱买房？要不是我姑姑说你人不错，我才懒得去见你。不过区区几百万而已，算不得高端。我住过的房子，几个亿的都有。几个亿？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些什么？大家快过来看啊！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说的那个废物，连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，还学别人来买房。连工作都没有，怎么可能买得起房？就是，估计只是单纯来看看，然后以考虑为由再走人。这种人我见多了，看得很勤快，实际上根本买不起。别去浪费时间了。你们就是这样接待客人的吗？客人？客个屁！就你这样的穷屌仔，有多远滚多远，进了我们的门我都觉得脏。就是赶紧滚远点儿。我们小娟好歹也是这里的一枝花，就算想追求，起码得捧束花过来吧。就这样空手而来也好意思？穷屌丝就是穷屌丝，根本上不得台面。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来招待我这个客人吗？先生，您要看什么房子？要不我带您看看吧。李云云，
你不是疯了吧？连这个臭屌丝都不放过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李云几个月没开单了，陈经理已经下了命令，这个月再不开单，就要滚蛋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说李媛媛怎么连这个废物都不放过？可惜啊，这个废物穷得叮当响，想让他买房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才不是这样，这位先生既然进来了就是客人，我们自然有责任有义务带他看一下。既然如此，你直接带我看看吧。先生，请这边来。请问你是需要多大房子？大一点，越大越好。越大越好，那就得隔壁的大平层，有200多平。我没听错吧？江远，你想看大平层？就算是忽悠李云云，也不至于这样吧？谁跟你说我想看大平层的？我要买别墅。大家听到了没有？这个一穷二白的臭屌丝竟然想买别墅，简直不自量力。也就李云云这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小姑娘，才会听信他的甜言蜜语。哪怕最便宜的一栋别墅，也得小几千万。即使是普通的老板，也不一定买得起。李云云，你听到大家说的了吗？最便宜的别墅也得几千万。不就区区千万吗？我还买得起。江源，你这玩笑是越开越大了。难道你只会欺骗涉世未深的小姑娘吗？李云也真是傻，为了不被开除，这种骗人的鬼话也相信。先生，您真要看别墅，请随我到这边来。先生，这些别墅都是统一的，一共3层，加起来1000平方，还附送价值上百平方的院子。行，就这套吧，我买了。什么？你没听清吗？我说我买了。可是这栋别墅价值2000万。怎么？难道你也看不起我吗？我说我买了就一定买了，可以现在付款，而且是全款。江远，你怎么没跟我说你刚找到了一个月薪5万的工作？关你屁事！江远，你刚找到新工作，可能没什么概念。就算你月薪5万，也买不起别墅，也要2000万。还是老实点，买一套小3日，这样以后我们也有个一起生活的地方。你这女人真是搞笑，我凭什么要跟你一起生活？另外，我说买别墅就买别墅。李小姐，麻烦现场给我办理手续。您先请坐，我给您倒杯水，马上就为您办理手续。江远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1个月5万而已，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大老板了？哎呦，不会吧？李云云这个黄毛丫头真的要开单了？不可能的，别墅要2000万。先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保洁阿姨，快来帮忙清理一下。老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保洁阿姨，这边需要清理一下。阿远，老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秦阿姨，你竟然是江先生的妈妈。老妈，你怎么会这里？我不是让你在家里好好休息，怎么还出来工作？我这不是闲着也是闲着嘛，所以就干脆出来赚点钱，想给你减少点压力。我的天哪，江源，原来这个亲结果就是你妈妈，简直笑死我了。大婶，你知道吗？你儿子江源可是要买别墅，价值2000万。什么？阿远，你哪来那么多钱？他是不是告诉你他还找到了一份月薪5万的工作？我现在怀疑这份月薪5万的工作也是假的。阿远他从来不会骗人，我相信他。得了吧，我刚刚也差点信以为真，现在想明白，根本就是这家伙故意吹出来的。这么一个臭废物，连个稳定工作都没有，怎么可能买得起别墅？不用跟这个女人废话，这是我的银行卡，你现在给我刷壳，我要全款买下。谁说要全款买房的？吴少，您怎么来了？这不是原来的房子住腻了吗？想换个新的环境。小可爱，不是你发消息让我过来给你撑撑场子吗？吴少，您还真是够潇洒的，想买什么样的房子？当然是别墅了。那我这就带您看看，这栋别墅怎么样？只要2000万。买，不就区区2000万吗？小意思。吴少果然豪气，可是这栋别墅已经被江先生给定下了
李云云，你不会真的相信一个没工作的废物能买得起华庭1号这种超级别墅吧？就他要买别墅，看这穿着打扮，恐怕连你们这儿一个厕所都买不起吧？真的好笑。现在这什么阿猫阿狗的都能进来买别墅了。小娟，我给你们提个建议，下次最好在门口立个牌子，那种身家没有100万的都别让他们进来了，这不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吗？吴少这个主意真好。阿远，我们还是赶紧走吧。老妈，我们房子还没买好呢，走什么走？李小姐，请立即给我办理手续，这是银行卡。哦哟，你随便拿张黑色的银行卡就可以虚张声势了，让我瞧瞧是哪个银行的，这还是英文，别不是假的吧？欺负我们都没看过银行卡吗？我的卡你少碰，我怕脏了它。李小姐，麻烦你给我刷卡。好。江远，你装什么装？我看你到时候刷卡刷不出来，你还怎么说？就是现在的人啊，真是太装。实话告诉你，别说是这个，天宁市哪怕是整个云省，我都没听过有姓江的富豪。阿元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？难道你非要我把这张老脸丢尽才行吗？老妈，你要信我，不就是区华庭1号吗？哪怕再来10栋，华庭1号我也能买得起。看吧，刷个空卡把陈经理也给招出来了，看他那脸色，估计得气得报警了吧？保安，快给我把这个人赶出去！你们干什么？江先生，很遗憾，您的这张卡无法打款。一个屌丝也想冒充高富帅，再不赶紧滚！别怪我告你涉嫌欺诈！果然拿了张废卡出来招摇撞骗。废物就是废物，永远上不得台面。阿远，我们赶紧走吧。老妈不能走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我把他扔出去！慢着，我看你们谁敢动他。你谁啊？好大的口气，知不知道这里是哪里？我是江远的女朋友，我叫赵诗玲。女朋友？你在开玩笑呢吧？他有女朋友，上午还来和我相亲，看你长得还行。不会是被这个渣男给骗了吧？诗玲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路过看到你在里面，正好进来看看。阿远，这是……老妈，我给你介绍下，她是我的女朋友赵诗玲。真是你女朋友，姑娘你可真漂亮。谢谢阿姨。这女的怎么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？我说你是不是江远花钱请来的演员，为的就是好在我面前挽回面子？真够无聊的，连这么低级的招数都想得出来。说吧，江远给了你多少钱？他为了挽回面子，甚至用空卡买房，简直笑死个人。江远，你要买房，怎么不跟我说？这张卡里的钱，你先拿去刷吧。这怎么行？我有钱的。你们的剧本似乎不怎么样嘛。一样的套路，再来一次，又拿一张空卡过来。说吧，你是哪个影视学院毕业的？这演技实在有待提高。我想起来了，你是赵小姐？什么赵小姐？吴少，我看啊，他8成是江远花几百块从哪里请来的演员，说不定啊，就是个出来卖的。吴少，你竟然打我！
蠢货！她可是天华集团董事长的孙女儿，同时也担任了天华集团的总经理。那可是比我们家汇远集团还大的企业，你想死别连累我！这怎么可能？你是汇远集团的吧？赵小姐，对不起，她不会说话，我这就让她给您道歉。叶小娟，快给赵姐道歉！对不起，赵小姐，都是我的错。这张卡你拿着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搞得我跟小白脸似的。算了，就先用她的吧，也不知道黑卡怎么回事，回头再问问精卫吧。李小姐，麻烦你帮我办下手续。好，江先生您稍等。阿远，我们真的买房子了吗？当然是真的，老妈，用不了多久你就能住进新房里了。这当然是好，可是这钱你算不算是入赘了？放心吧，老妈，这钱回头我会还给他的，不算入赘。这就好。这个江远真是走了狗屎运，居然抱上了这么一条大粗腿。江远就算了，可是李云竟然开了这么一大笔单，他光提成就得有几十万，谁叫我们运气不如他呢？哼，江远不过是一个靠着赵诗龄混的小白脸，没有赵诗龄他又算老几？别说别墅了，哪怕是普通的小三居都买不起。吴少，你可得替我报仇。赵诗龄我可得罪不起，但是这个小白脸啊，有的是方法搞的。天华集团的赵家在我们天宁市也算是响当当的，岂能接受一个小白脸？看着吧，赵家的怒火很快就会接踵而来。喂，赵姐吗？我是小吴啊，刚刚好像看到你姐赵诗莲跟一个野男人跑了。店主，抱歉，银行服务器进行了短暂的维护，导致是当时您无法使用。原来是这样，回头我再把钱还给赵诗龄就行了。好的，店主，您还有事吗？既然我现在已经回来了，你让我们神魔集团也准备到国内发展吧，毕竟国内的各类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。明白，我这就让人准备进军国内市场。要不这第一站就选天宁市吧，正好少夫人家的企业也在天宁市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挂了。岂有此理！你知不知道我们赵家的情况有多糟糕？面对几大集团的打压，刘东金都快面临枯竭，你居然在一个外人身上浪费2000万！姐，你可真大气啊！为了一个小白脸儿，2000万的别墅说买就买。诗龄，是不是有这回事儿？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？诗龄，回答你爸的话，你是不是真拿了2000万给别的男人买别墅了？是有这么回事儿。爷爷，咱们天宁市虽然不算一情市，但也算2线靠前的，买房绝对不会亏本，总比小弟拿着去喝酒泡妞挥霍来的强吧。更何况，我们天华集团的困境是这区区2000万能解决的吗？哪怕20个亿也未必。放肆！你怎么和你爷爷说话的？长辈说话，你还敢还嘴？二叔，难道我说的不对？咱们这个地方买房只会涨不会亏的。住嘴！你知道别人怎么传的吗？都说我们赵家出息了，都会养小白脸了。二叔，我这不是养小白脸，是自由恋爱。姐，你见过哪个自由恋爱的情侣会有女方给男方买房子的？我还一直以为你十分高冷，对男人不屑一顾，原来也只是个恋爱脑。怪不得咱们天华集团效益越来越不好。要不你还是把总经理的位置让给我好了。不行，总经理这个位置是我自己奋斗出来的，也是我这么多年把天华集团带到100亿企业的见证。如果给你，只怕用不了多久就会缩水。我亲爱的姐姐，你别忘了，是你把天华集团带到了100亿市值，但现在我们天华集团已经缩水1半，
也是在你这位总经理的带领之造成的。那主要是客观因素，国外政治环境影响，以及一些企业对我们进行联合打压。现在不是回忆过去成就的时候，而是想想现在的困境。石玲，你买房就算了，但是一定要把房子拿回来，绝对不能便宜一个外人。我知道了，房子的事我会尽快处理。还有另一件事，之前已经商量过，现在迫在眉睫。石玲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我们已经决定给你找了一位对象，就是张家的二公子张文禄。明天原本的酒会将会改成定亲宴，届时会邀请诸多宾客。你们凭什么不和我商量就擅自做主？石玲，你身为赵家人，也要体谅一下咱们赵家的难处。张家已经表态了，定亲之后将会借10亿资金帮我们渡过难关。爷爷，我反对！你们这等于是把我给卖了！不许反对！明天你必须和张家二少爷定亲，这是你身为赵家人的责任和义务。店主，大事不好了！赵家将原本举行的酒会改成了定亲宴，要将您的女友赵诗玲小姐嫁给张家二少。什么？这不是我们江大少吗？怎么样，2000万的别墅住着舒服吗？只怕还没住，就要收回去了吧？今天可是赵诗玲与张家二少张文禄的定亲宴，你这个男朋友来干什么？不对呀，不是赵家要与张家联姻吗？怎么还冒出一个男朋友来？快别说了，张二少来了。二少，好久不见。对了，二少，咱们这里来了一个不该来的人。不该来的人？谁啊？就是他，他是赵诗玲小姐的男朋友。你就是江远，诗玲的男朋友。可惜，我才是诗玲的未婚夫。现在这个地方不是你该来的，赶紧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，免得一会儿丢人现眼。就是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赶紧滚！让我走也可以，把诗玲叫出来，只要她心甘情愿地加入张家，我二话不说，掉头就走。好，我满足你的愿望。来人，去把诗玲小姐请出来。诗玲，你真的要与这个男人定亲吗？对不起，江远，昨天回去后，我的手机就被他们没收了，以致没能及时联系到你。至于定亲，如你所见，这是我家里人的意见，我没办法拒绝。小子，现在你也听到诗玲亲口说的话了，赶紧滚吧！这张卡里有10万块，你拿着赶紧走。哦，对了，别忘把昨天诗玲给买的那套别墅还来，要不然你知道后果的。诗玲，你确定要与张二少定亲？是不是他们提出了什么条件？是，只要我与张家定亲，张家就会以低息借给我们天华10个亿。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天华集团的困境，急需这笔现金渡过难关。没错，10个亿，你小子只怕做梦都没梦到过吧？10个亿，张家好大的手笔啊！没错，我爸正在公司处理这事儿，很快就过来。江远，你听到了，人家张二少拿得出10个亿，你看看你一个穷光蛋能拿出多少钱？小子，现在我姐的话你也听到了，你有吗？10个亿没有吗？没有就赶紧滚蛋！也就是说，诗玲，你是因为这10亿才不得不与张家定亲的。如果张家没有了的话，你是不是也不用定亲了？
江远，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还说我们张家没有了？你知不知道我们张家有多么庞大，市值上百亿，在这个天市不敢说排第一，也绝对数一数二。喂，我要在10分钟内看到天宁市张家完蛋。收到。小子，我承认你确实很能打，但哪怕是国内最强大的集团来，也不敢说让我们张家10分钟内完蛋。诗玲，我一开始还觉得你选男朋友挺有眼光，但是现在我发现，你这怕是找了一个疯子了吧？姐，你这是从哪儿找来的活宝？见过自不量力的，没见过这般自不量力的。江远，你还真自己当成了人物。江远，我没有跟你在开玩笑，你赶紧走吧，我们以后不要再见了。诗玲，你相信我一次，张家很快就会完蛋的。他们控制我，戏耍我也就罢了，怎么连你也来戏耍我？我的玩笑就那么好开吗？他们控制我、戏耍我也就罢了，怎么连你也来戏耍我？我的玩笑就那么好开吗？抱歉，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，想挣脱这个枷锁又非常无力。如果是你心甘情愿的，我绝对二话不说。但现在知道你并非心甘情愿，那么就让我来帮你打破这片桎梏。不就是区区一个张家吗？灭了也就灭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可真会说大话，还区区一个张家，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。喂，爸，你们什么时候过来？我这边差不多快开始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张家遭到了不明势力的猛烈攻击，资产正在飞速贬值，这怎么可能？不会吧？难道这小子真有什么很大的来头？江远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张氏集团资产上百亿，臭小子，你究竟做了什么？对我们张家做了什么？你们张氏集团的资产本来就非法所得，不该存在这世界上，所以让他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。我不信！啊！现在没有了张家的贷款，你们也就不用把诗玲嫁入张家了吧？不用，只是敢问阁下究竟是什么人？你得罪不起的人。诗玲，我先走了，有事打我电话。没想到一场定亲宴，竟然会变成这样，真是看了一场好戏。快打电话问问张氏集团到底是什么情况，是谁在攻击他们？吓我一跳，我还真当叫江远的这个小子有多大来头呢？搞了半天，正好遇上神魔集团大举进军国内，偏偏张家大少之前不开眼，调戏过人家女老总，就拿他们张家当了出头鸟。活该！谁叫张大少这么不开眼？神魔集团那可是世界第一财阀，估算市值超过万亿，随便露一条缝就足够我们吃撑。可是爸，江远他……我不管什么江远汪远，既然现在神魔集团进军国内，那必然要和国内的企业发生合作。这个机会说不兴许就能帮我们赵家翻身。诗玲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爷爷，我也可以。住嘴！就凭你那点本事，别捣乱就不错了。诗玲，只要你能搞定神魔集团与我们天华合作，你的婚姻大事我们就不再干涉。真的吗，爷爷？那我去。店主，按您吩咐，张氏集团已彻底完蛋。你办得很不错，不过也算张家作死。他们大儿子不知死活，居然还敢调戏你。我的人都是店主的，调戏我就是对店主不敬，自然要重罚张家。如今他们全族流落街头乞讨，真是自作自受，罪有应得。对了，店主，如今各方势力皆知神魔集团入国内，众多企业争相和无事，是否专注少夫人？这事儿你自行定夺，我还有要事，先行离开。神魔集团入驻国内，慧远定能腾飞。听闻其老板是女子，美貌惊人，张家大少因调戏她遭覆灭。江远的混蛋装模作样，不过恰逢其合罢了。赵小姐，
人家神魔集团说了，所有人都先在门口等着。小哥，贵公司老板可愿会见我等？老板有令，任何人一概不见。诗玲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江远，你怎么也这里啊？江大少，你不会又故意来蹭神魔集团的热度了吧？昨天正好被你发现神魔集团要对张氏集团动手，在定心宴上唬得大家一愣一愣的。你骗得了别人，却骗不了我。就是不知情的，还搞得好像你是神魔集团的高层呢，一句话就能令神魔集团灭了张家。诗玲，你也是来神魔集团合作的吗？是啊，我爷已经说了，只要我能拿下与神魔集团的合作，从此以后我的婚姻大事就由我自己做主。哦，这可是一个好消息。可是神魔集团的女老板派人说了，让我们大家都先等着。这简单，我带你直接上去吧。慢着，江源，你自己想死没关系，别连累我们。就是万一惹恼了神魔集团，小心让你们也在大街上乞讨。你们很跳啊，要不要来打个赌，看看神魔集团到底先接见谁？好啊，如果神魔集团先接见你们，我就吃土。我直接围绕着这座大楼当众跑3圈。你呢？赌得真够大的。如果先接见你们，我就一边吃土，一边绕大楼完整跑3圈。好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江远，这么玩是不是太大了点儿？没事儿。是赖总，听说他是张氏集团唯一留任高层，现任神魔集团天宁分部总裁。江源，你死定了！我可是认识赖总的。赖总，我是汇远集团的小吴啊，我爸曾经带我和你一起吃过饭。滚开，别在这里碍事儿。赖总，少夫人，对不起，是我们来晚了，让您受累了。少夫人，我少夫人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赖总，您一定是搞错了吧？她是天华集团赵家的孙女，怎么就成了少夫人？而且我听说你们老板是女的。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一定是搞错了。放肆！竟敢质疑少夫人！来人，掌嘴！吴少，刚才你们似乎与我打了个赌，是吧？江远，你他敢！既然你们与江先生打了个赌，那么就要如实履约。来人，带他们下去完成赌约。不，叶总，不，你们不能这样做。赖总，这合同真的这么优惠吗？感觉给我们天华集团占了大便宜。我们神魔集团这次大举进军国内，自然要树立一个表率，要不然如何让别人放心的与我们合作呢？更何况您还是我们的少夫人，这点优惠不算什么。等等，赖总，能不能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就成了你们的少夫人了呢？这我就不清楚了，反正老板是这么吩咐的。要不您回去问问。那好吧，只有先这样了。谢谢赖总。什么少夫人？他们是这么称呼的，还给了我很大的订单。我知道了，他们所说的少夫人不是你，而是我。程雪怎么说？爷爷，我不是上个星期刚从国外回来吗？曾经有个帅哥找我搭讪，还说要给我一个惊喜，说不定那个帅哥就是神魔集团的幕后老板呢。有道理，神魔集团的老板表面上是个女的，
实际上背后还有真正的老板。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，程雪，你被神魔集团真正的老板看上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样一来，我们赵家就发达了，那些企业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打压我们。姐看看，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。还说我对天华没有功劳，你这份合同还是靠我的魅力挣来的。你看看你找的什么男朋友？再看看人家程雪，一回来钓上这么大的金龟婿，怎么比？你气死我了！不行，必须马上与那个江远分手。阿远，你什么时候把诗玲带回来，一起吃个饭吧？妈，这么着急干什么？你说干什么？你这孩子也老大不小了，不得赶紧把你们的事儿给定下来？还是说你们是在故意演戏骗我？没有没有，这不是诗玲他们公司最近有了一个大单子，得忙活一段时间，只怕没空来。人家是大家闺秀，只怕跟你也不是认真的。要不我再给你重新介绍一个？不，老妈，诗玲挺好的，等忙完了这段时间，我一定把她带回来见你。也行吧，那我可等着。哎，这下可怎么办？要不还是让他来一趟吧。我妈问你什么时候有空去我家吃顿饭。你妈不会真的把我当成你女朋友了吧？别忘了，你只是我名义上的男朋友，实际上只是我的保镖而已。可我觉得我妈已经开始怀疑起我们的关系。如果你一直不去的话，她又要给我介绍新的相亲对象了。万一再碰上叶小军那种女人。可是你也看到了，我们天华集团刚刚接了神魔集团的大单，现在忙都忙不过来，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快没有了，哪还有空陪你妈吃饭？赵总，不好了，连岳峰哥等多家企业开始拒绝对我们提供原材料，导致我们别说是神魔集团的订单了，哪怕是原来的订单也生产不了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岂有此理！他们怎么敢这样？难道他们就不害怕神魔集团吗？赵总，我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。现在外面传言说小赵总裁是神魔集团的少夫人，所以这些企业就丝毫不惧怕神魔集团了。小赵总你妹妹吗？怎么她成了神魔集团的少夫人？这事儿一会儿再和你解释。还有什么传言？现在集团内部也有不少呼声，说要让小赵总接任总经理。赵成雪他想干什么？抢帮夺权吗？看样子他是想摘取胜利果实。姐，你这样说就过分了，我只不过是拿回我应得的。赵成雪，你在说什么？姐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庞天培庞总，也是神魔集团夏国分部的总裁。什么夏国分部的总裁？没错，哼，你之所以能拿到订单，完全是因为庞总看在我的面子上。小意思。我不过是让手下人稍微照顾一下程雪家的公司。你说你是神魔集团夏国分部的总裁，那么你认识我吗？江源，你算老几？人家庞总每秒钟几千上万的，你一个无业流民，配让他认识吗？不错，能见到我已经让你在别人面前炫耀了，识相点的赶紧滚！够了，赵成雪。你来我办公室想干嘛？姐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只是想拿回我应得的。这份订单完全是庞总看在我的面子上才给咱们天华的，我的贡献够大吧？要不是没我，天华很可能会面临破产清算。所以，总经理这位置理所应当的该让给我。而且有了庞总的支持，咱们天华只会更上一层楼。姐，我想你不至于为了总经理之位而看到天华破产清算吧？你说订单是他给的，就是他给的了，证据呢？小子，我的话就是证据，难道我还会骗你不成？还是说你希望我收回这份订单？我倒要看看。行了，赵成雪，
如果你真能让天华更上一层楼，总经理之位让给你，也不是不行。诗玲不能让给他，不就是让那几个企业恢复提供原材料吗？我帮你搞定就行。江远，你还真够天真的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别管我是谁，如果我让他们恢复提供原材料如何？如果你真能让他们恢复，那么这总经理之位，我不要也罢。小子，你很勇哟！好，一言为定。那行，咱们就以3日为限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。这下完蛋了，赵总竟然攀上了神魔圣集团的高枝。哼，不过是一个小垃圾，狐假虎威而已。嘘，江远，小点声，千万别被他们听见。万一庞总一生气，真的取消了我们的订单，那我们天华可就真的万劫不复了。行了，石玲，这件事就交给我吧。你只需要安心处理公司的日常事务，以及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选一件漂亮的衣服，然后去见我妈。喂，精卫，这个庞天北是我们的人吗？是的，店主。为了配合您的国内战略，我特地把他调到了国内。怎么，原来如此？他竟然把给天华集团订单的事完全揽到了自己身上。什么？他竟然如此大包天！店主，我这就去处理他。行吧，找出他的问题。我不相信这种人会十分干净。谁呀？竟然如此胆大包天，不知道敲门吗？王董真是好忙啊！我是天华集团的代表，来了2天都是没空，我倒要看看你在忙什么。哦，王董好兴致啊，居然还玩连连看，我还以为你是在看什么不可描述的小电影。是谁让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保安！保安！董事长，保安全都被他打倒了，此时都在外面呵呵。年轻人，你居然还敢打人！信不信我打一个电话，不仅让你进去，还能让你们天华集团彻底完蛋？我信，我信。王董您多大的威风，一言而能定人生死。不过嘛，我也有一个本事，能让你们连月集团的股价瞬间崩塌，直接到跌停板，你信吗？你算老几？就凭你还想操控我们联岳集团股价？我们联岳集团好歹也市值上百亿，想撬动我们的股价，哪怕用杠杆所需要的资金也绝对不少。哦，看来王董是不信喽。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。哼，装模作样。喂，动手吧。哼，装模作样。看来王董是信心满满的。那么不妨看看，等会儿出现什么样的结果。哼，我倒不信了。小子，看到了没有？我们联岳公司的股价十分正常，就凭你还想让我们跌停板，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。老子创业的时候，你只怕还没出生呢。王总，掉了的，你会不会讲话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是什么人？怎么可能做空我们股价的？只要我想，就没有做不到的事。当然，王董，你也可以硬顶着，哪怕停牌，也坚决不恢复原材料供应。只是你们公司的损失，恐怕将会无比巨大。而且，你敢保证其他几家不恢复吗？到时候损失的只会是你一人。别说了，我恢复还不成吗？现在召开天华集团临时股东大会，议题只有一个，就是讨论是否罢免赵诗龄的总经理职务。必须罢免。这都已经3天了，我们的原材料早已用尽，必须换上更有能力的人。说的没错，我推荐赵成雪副总经理担任总经理，
天华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。话说举贤不避亲，诗玲虽然是我侄女，但是她的一系列操作，确实影响到了我们天华集团的正常运营，甚至导致我们濒临倒闭。总经理换一个人了，必须得换一个人了。姐之前，江源可是答应在3天内，让那些企业答应恢复原材料的提供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明天就要召开股东大会了。我保证你会继续待在总经理的位置上，同时也别忘了，我帮你解决了这事，你就要答应陪我回家吃饭。放心，一切 OK， 我保证你会继续待在总经理的位置上，同时也别忘了，我帮你解决了这事，你就要答应陪我回家吃饭。江源，你怎么还不来？既然如此，诗玲，3天时间已到，你依然没有让他们恢复。现在董事会进行投票，同意罢免赵诗玲为总经理的，请举手。姐看到了吧？这就是民意。好，现在我宣布罢免赵诗玲总经理之职，提议赵成雪为新任总经理。同意的请举手。现在赵成雪为新任总经理。啊，我回来了。你还真谈下了合同，不过可惜已经晚了，只能归我了。诗玲，这怎么算？放肆！江远，这是天华集团团董会，不是你一个外人可以随便智慧的。难道你想无视董事会的决定吗？程雪已经是新任总经理，一切事务由程雪负责。我认可董事会做出的决定。诗玲，我亲爱的姐姐，你终于认清现实了。不过我也退出天华集团，也放弃天华集团的所有股份。什么？慢着，赵诗玲，你想留下来，倒也不是不可以。庞总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庞总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把我姐从总经理职位赶下去，把我扶上去吗？话是这么说没错，把你姐给赶跑了，万一订单完不成，上面追吵起来怎么办？过分。这还是轻的，你不是和联岳等公司重新签订了合同吗？只要我一句话，就能让他们再度违约。对对，想走先把损失赔了。你们不要太过分了。小子，你是太小瞧了我们神魔集团的势力。只要一句话，天宁市绝大部分企业都会乖乖听我们的话，说让谁活就让谁活，自然也包括天华集团。赖文兴知道吧？张氏集团倒台后唯一留下来的高层，在我面前跟条狗似的。要不是看他把我舔得还算舒服，我会把他和张氏集团其他高层一起清除。你就这么自信？不愧是庞总，神魔集团就是厉害。今后我们天华可就完全依靠您了。庞总，那我们可就多多拜托啦。放心，我的小宝贝，只要你把我伺候好了，今后天华集团的订单将会源源不断，哪怕把你们捧上天山市第一的企业，也不在话下。哎呀，庞总你好坏！神魔集团特使赖总道。小赖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庞天北听令，因你贪污受贿，私下勾结他人，届将不再担任神魔集团夏国区总裁一职。
什么？你开玩笑吧？赖文星，你只过张氏集团的余孽，能被神魔集团收留就很不错了，现在居然还敢胆包他们的开除我！就是，你这是喝了假酒了吧？小赖，你现在胆子大了啊！居然敢伪造命令开除我，还说我贪污收揽，你有证据吗？庞天培，你不会认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无人知晓吧？有，我就是证据。庞总，你不会忘了吧？之前你找到我，要我断了对天华集团原材料供应，还说造成所有损失你会2倍补给我。你在瞎说什么？我哪有找过你？庞总，如果你觉得我一个人的话没有力量的话，我还可以把陈总他们找来跟你对证，看你还有什么话说。庞天培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来人，给我把他抓起来！给我把他抓起来！放开我，赖文星！你没有权利抓我！以前我的确没有权利抓你，毕竟你是高高在神魔集团夏国区总裁，而我只是一个前朝余孽。可不好意思，老板命令，我将替代你成为夏国区总裁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我不相信老板会这么对我。你看看你身边的人，这可是老板的亲信神魔卫，没有老板命令，我能调动得了他们？我不服！我要见老板！我为集团立功，我为集团流过血，我要见老板！老板啊！老板呀！老板也是你想见就能见的。拖出去！赖总，那我们的订单？老板说了，你们这般无耻，取消你们神魔集团的订单。你们怎么能这样？我可你们神魔集团的少夫人。就凭你也配称少夫人？有多远滚多远！赖总，对不起，之前的事儿都是我们的不对，要不看在我们大家都是天灵人的份上，请您高抬贵手。我这大孙女你也看到了，长得漂亮，如果您有兴趣的话。爷爷，你怎么能这样？闭嘴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，一切都是为了天华。没想到你这老头竟然无耻到这种地步，连自己的孙女都拿出去卖。就是，我就没见过你们这么不要脸的。我宣布，联岳集团从此拒绝和天华合作。赖总，别说他还没和诗玲结婚，就算真的结婚了，我也能让他离婚。够了，爷爷，我为咱们赵家奋斗了那么久，没想然只是一件可以随时送出去的物质。从现在起，我将不再是赵人，赵家的一切都跟我无关。江远，我们走吧。赵家主，我警告你，别去骚扰江先生和赵小姐，不然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我们走。江远，赵诗林，咱们走着瞧。你现在倒是变得可爱了一些。怎么？难道说我以前就不可爱了吗？倒也不是，只不过你一直冷冰冰的，一副生人勿近的面孔。你以为我想？吃完早餐后你赶紧走吧，万一被人看到我怕误会。嗨，你个女人，我才帮了你，你就要赶我走？等等，要走也是你走，凭什么我走？凭什么我走？如果我猜测的没错的话，这是之前你买的那套雅林华庭的别墅吧？别忘了，为了帮你在叶小娟面前充面子，可是我给你钱的。这套别墅应该是我的。女人，你搞错了，当初的确是你借我钱买的不假，但事后我已经把钱还回到你的卡上了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你的那张卡，我一直忘记还给你了。你还给我了？怎么可能？你哪来那么多钱？那可是2000万。我在国外救过一个大老板，他带着我玩金融赚了点钱，只不过那天我银行卡服务器维护了下，当时无法打款，很快就恢复了。
竟然还有这样的事。也罢，那我就收回来了。正好我要重新创业，做回真正的自己。这就对了。我江远的女人，岂是一般人能比的？谁是你的女人了？赵总，好消息！我们的天仙配第一批样品已经生产出来了，实验室检测效果非常好。太好了！等等，先别急。赵成雪那边肯定会有动作，我们要做好应对准备。你是说他会搞破坏？不止如此，以他的性格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我有个计划，可以让他自投罗网。这个办法好，既能找出内鬼，又能让赵成雪吃个哑巴亏。赵总，你们在说什么？你等着看戏就好。赵总，这是天仙害的完整配方，我从实验室偷出来的。干得好，有了这个，我看赵诗龄还怎么翻身。你回去继续盯着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谢谢赵总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赵诗龄，这次我要让你彻底完蛋。立刻安排生产站，我要赶在赵诗龄之前发布新产品。各位媒体朋友，今天我要宣布一个重磅消息，天华集团即将推出一款革命性的护肤产品地龙霜，它可以10分钟内祛痘祛疤，效果要远超过市面上任何产品。赵总，听说您堂姐赵诗龄的新公司也要推出类似产品，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？这正是我要说的。赵诗龄离职时偷走了我们天华研发3年的核心配方，我们的地龙霜才是正品，它的天仙配不过是抄袭总。赵总的意思，赵诗龄涉嫌盗窃。我已经委托律师团队准备追究他的法律责任。太无耻了！明明是他偷了我们的配方，居然还倒打一耙，让他得意吧。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。假配方里的特殊成分应该快发挥作用了，3天之内地龙霜就会出问题。到时候不用我们出手，消费者就会让他付出代价。原来你们给内鬼的是假配方，太高明了！我们的地龙霜明天就会全面上市。赵总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从昨晚开始，大量消费投诉，地龙霜导致皮溃烂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们的配方和赵诗龄的一模一样，怎么会出问题？你们天华集团害人不浅！我的脸全毁了！赔钱！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！这不可能，一定是赵诗龄搞的鬼。多亏了你的配方，我们的产品供不应求。赵成雪那边已经乱成一锅粥了，估计很快就要找上门来。他自食其果，怨不得别人。不过那些受害的消费者是无辜的。放心，只要停用，地龙霜3天内就能恢复。我已经让禁卫安排人发布正确处理方法了。江远，谢谢你。誓言，你想干什么？表弟，你可算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不要你妈妈了呢。誓言，你疯了吗？那是你亲姑姑。亲姑姑，我本来在天华集团干得好好的，现在倒好，你们害我丢了工作，害我在天宁市混不下去，还跟我谈亲情。闭嘴！沈岩，你敢动我妈一根头发，我要你的命！想要你妈活命，
就拿1000万来。我知道你现在有钱，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就……啊！表弟，我错了，看在我们是亲戚的份上，亲戚？绑架我妈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到是亲戚？这一下是替你姑姑教训你的。阿远，别打了，再打就出人命了。看在妈的面子上，饶你条狗命。滚！别再让我看到你。阿姨没事吧？受了点惊吓，已经安排在医院休养了。表哥那边我已经警告过了。都怪我，要不是因为我……跟你没关系，是我表哥自己作死。赵总，神魔集团发来请柬，邀请您参加3天后的神魔宴。真的吗？这可是天宁商界最高规格的宴会。去吧，我陪你去。小美人儿，想我了吗？杨总，您可算来了！我们天华现在名声臭了，您得帮帮我。放心，我已经搞到了神魔宴的请柬，到时候带你去见见世面，说不定还能搭上神魔集团的高层。大家快看啊！这就是神魔宴的贵客，不过是个被包养的小白脸儿。小白脸，我就说嘛，这江源有什么本事？原来是靠赵诗龄养着。谁能救我吗？我江远欠他一个人情。店主，夫人无碍，只是情绪激动，气血攻心。妈，你没事吧？你骗我！阿远不是你的男友，是你的小白脸！哼，来人，把这个闹事的小白脸给我轰出去！我看谁敢！你这贱婢！神魔集团的副总裁，你也敢拦？精卫拜见店主大人。神魔店店主，神魔集团的幕后老板。神魔店主？不可能，我不信，他就是个无业游民。你给我闭嘴！这贱货跟我没关系。店主大人饶命！我有眼不识泰山。从今天起，杨总所有职务全部罢免，永不录用。遵命。天华集团从即刻起，以1块钱的价格收购。
各大银行紧急通知，天华集团强制破产。不可能，天华怎么会？都是你害我！失灵，我的好孙女，爷爷错了，你救救赵家呀！赵家咎由自取。店主大人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您放过我。丢出去！所有曾经羞辱我的人，都在这一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这一夜，神魔殿店主江远终于寻到了他的光明与归宿。这枚光明之心，是我专程请光明教主加持的婚戒，它将守护我们的爱情。诗灵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愿意给我生一堆孩子吗？我想生一个足球队，直接替代国足冲进世界杯。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100个愿意。神魔宴后，江远与赵诗龄的爱情得到了所有人的祝福。曾经被世人敬畏的神魔店主，此刻也只是赵诗龄的专属爱人。好儿媳，我就认你一个，以后你就是我亲闺女。曾经在众人看清江远时伸出援手的善良销售员李云云，也得到了江远的汇报。他被提拔为神魔集团旗下奢侈品品牌亚洲区总裁，事业蒸蒸日上。联悦集团王董和丰和集团顾总因曾受江远救命之恩，并帮助过赵诗龄，他们的企业也获得了神魔集团的鼎力支持。他们的合作项目遍布全球，市值飞速增长，成为天宁商界新的传奇。我们的婚礼要怎么办？蜜月想去哪里？婚礼按你喜欢的来，蜜月我们去环游世界。至于孩子，我们的足球队要尽快提上程。哪有那么夸张？曾经高高在上的神魔殿店主，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宿。这一刻，世间所有的喧嚣都远去，只留下属于他们两人的温馨与美好。